来乡亲啊，这个礼拜六的暗时就要跨年暗会咯。为着要防止人潮推塞造成踩踏意外，台北捷运第一界伫个重点的出口扩大1米到5米的净空区，而且来增加会发光的手摇棒，互民众伫个黑暗中嘛当清楚来看到路线的标示。台北捷运预估跨年当天的载客量会超过210万人，所以嘛特别来编排着防踩踏的小组，避免意外来发生。嘛要提醒咱的民众，跨年参加活动千万唔通来推塞。不要飞，不要停。北捷调天团发口予夜卖下杀的牌仔充满活力，变成时台北捷运站都真侪人更加免讲跨年迄天。事实上是42小时的不收班营运了。那我们在这些重点的车站，我们今年就是加派了440名左右的一个人力，系统内会有2800名的工作人员提供服务。疫情进前，2020年北捷跨年运量高达320万，2021年257万，2022 202万。不过今年头一摆开放室外，唔免挂嘴暗，加上边境解封，北捷高算拜六跨年迄天，恐惊超过210万运量。你知道老鹰的英文叫什么吗 ？Eagle。大声，大声。那2只老鹰呢？一个。错，是2个。笑话真寒，不过说是为迄天伫捷运站出入的民众准备的，为了防止发生踩踏意外，会伫市府站2号出口和台北101世贸站5号出口，会伫楼梯外口扩大2公尺的空旷区域，会有人员伫出口进行管制，但要进站的民众嘛会当伫遐听笑话、摇卖菜。北捷警察队嘛已经提早成立防踩踏小组，不管是扶受伤的民众，还是进行指挥管制，提早做好准备，就是希望迄天会当顺利进行。提醒民众跨年参加活动，人甲人钱做伙时，莫会杀好花等待，才会当快乐出门，平安回去。我是吴一璇，想要收看最新第一手的讯息，赶快加入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，按赞，开启小铃铛，最专业的主播群说新闻给你听。